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14章。后来我阁看，有看见羊羔徛伫锡安山，有144000人甲伊做伙，因的头遐拢有写羊羔的名甲伊的爸的名。我听见有声对天顶出来，亲像大水底墙的声，阁亲像刺雷的声。我所听见即个声，亲像琴师伫弹楔琴的声。因伫宝座甲4个活物以及众长老的面前，唱一首新的歌。即首歌除了对地上赎回迄144000人，无人会当学。因是毋捌亲近女性的在色男，羊羔无论去甚物所在，因拢缀到遐。因是对人类中间赎回出来，做起头式的果子，献互上帝甲羊羔的。因毋捌讲白贼，拢无缺点。我阁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伫半空中伫飞，伊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互踮伫地上的人，互逐个邦国、逐个族群、逐个民族，甲讲逐款语言的人。伊大声讲：着敬畏上帝，归荣光互伊，因为伊审判人类的时到了。着敬拜迄位创造天地海甲水源的主。另外有第二个天使煞落去讲：倒落去啦！互万国啉伊淫乱的烈酒的大巴比伦倒落去啦！另外有第三个天使煞落去大声讲：若有人拜迄只兽甲兽的像，头遐也是手有嵌印，迄个人嘛着啉上帝受气的酒，就是天地上帝受气的杯的醇酒。伊会伫圣天使甲羊羔的面前受到火甲硫磺的苦楚。苦楚因的火焰冲上悬，永远无停。遐会拜迄只兽甲兽的像，以及有嵌着兽的名的印的人，明日拢袂当安息。因为安尼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搁坚持信耶稣的信徒，着有耐心。我搁听见对天有声讲：你着写起来，对呾以后，为着主丧失性命的人，真有福气。圣神讲：是，因为脱离劳苦得到安息，因为因的所做会得到认定。后来我阁看，有看见一片白云，云顶坐一位亲像人子的，头壳戴金花冠，手举一支来的念力仔。阁有一个天使对圣殿遐出来，对坐伫云顶迄位大声喊：着举念力仔来受割，因为受割的时已经到，地上的农作物已经真实啦。坐伫云顶迄位就将念力仔迄落地，地上的农作物就收成。另外一个天使对天顶的圣殿出来，伊嘛举一支来的念力仔。搁另外一个管火的天使对祭坛遐出来，大声对举来的念力仔迄个天使发，讲：经你来的念力仔挂地上规拍的葡萄，因为葡萄已经熟啦。天使就将念力仔迄落地，
挂地上的葡萄，将葡萄迄落去上帝大受气的酒窟。葡萄伫城外的酒窟互人踏，就血对酒窟流出来，大约有2公尺深，300公里长。